再来看印度的莫迪政府，在2019年决定讲要重视查谟跟印属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印度最高法院暂时裁定讲，这项决定合法，嘛下令讲当地上班就爱伫明年的9月底进前来举行地方选举。印度最高法院11裁决。喜马拉雅山区查谟族克什米尔省的特殊地位是临时规定的，维持政府撤销命令。印度政府在2019年8月撤销宪法条款，取消当地特殊地位，引起民族不满提出上诉，也不过法院有缘维持撤销命令。Today's judgment is a historic judgment, and it has proved that our Prime Minister and the Honorable Home Minister, they had very categorically said that the Jammu Kashmir is integral part of India. 克什米尔是印度甲巴基斯坦敌对超过40年的核心地区。两国在1947年发生战争了后，隔2年以停火线将克什米尔分做2个，分属2国。1965年双方各爆发战争，过去印属克什米尔地区方叫做查谟族克什米尔省，以穆斯林为主。印度中央政府甲当地关系拢以宪法第370条款为基础，有高度的自主权。也不过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一直反对，搁伫2019年推翻这个条款。आर्टिकल 370 रिवोक होने के बाद यहाँ पे तो टूरिज्म में भी बहुत बूस्ट हुआ, तो बहुत से टूरिस्ट भी यहाँ पे आए, डेवलपमेंट भी बहुत हुई और जो बेरोजगारी है वो भी खत्म हुई। मगर ये हमारी हार नहीं है, ये इस मुल्क की हार है। धोखा उन्होंने किया, हमने तो नहीं किया। आज 370 को आर्जी कहते हुए反对人士也主张，只有查谟甲克什米尔省议会会当对这个地区的特殊地位做出决定。因也质疑国会敢是有权利撤销。巴基斯坦看守政府也拒绝承认这个裁决。India has no right to make unilateral decisions on the status of this disputed territory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Kashmiri people and Pakistan. 印度政府取消特殊地位了后，随封锁当地，中断电话、手机甲网络，实施宵禁，搁派军队驻守。同时允准印度人移居当地，会当地产搁担任公职。也不过目前中央政府对当地大部分的限制拢已经放零。去年当地还阁吸引超过1600万游客，只是中央政府也是定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当地通信。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